共学园里面，这老师们创造了很多很美丽的故事。那歌谣也是，那这些歌谣都是从丰滨这边这个部落里面，或者这个很丰富的自然美景所创造出来的。他们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唱的，现在就唱给我听。很喜欢那些我们现在创作的一些那个就是歌谣，因为有些字我根本也不太会使用。母语是透过音乐学习，因为音乐很快，那我也是透过音乐去学习这些文字。阿美族的语言有我认为很迷人的地方，像我们那个弹舌音的音，像海边riar，如果你那个的弹舌音没有弹出来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海边就不是海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对riar，它就像浪一样会滚。我很希望啊，即使你不是阿美族，你也可以去学习了解这个不同语言的它迷人的地方。我们把我们的语法跟我们的文字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台湾是很美的地方，有不同的语言的存在。